在我们还没开始今天早上的第一场礼拜之前，麻烦各位配合将您的手机关到静音或者是震动的模式，谢谢。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他光照了我们，为我们敞开一门，使我们进入他的殿，来到他施恩宝座前。因此，我们要进去称谢耶和华。现在，我们用祷告的心，一起来关心教会的圣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事工。今天是待降节第3主日，让我们一起以喜乐来迎接圣诞来临。今天下午1点半举行儿童圣诞欢乐派，佑信幼儿园不开放停车。下周是圣诞赞美礼拜，第2场礼拜中有洗礼，以下是预备洗礼者，请代祷。本会与卢凯中会茂林教会是伙伴教会，今日在茂林教会举办宣教合作展约，本会许佩文传道、苏娟慧、陈真真长老以及陈宗慈师母代表参加。上周小会接纳以下弟兄姐妹成为本会成人会员。12月17日晚上7点钟于礼拜堂举行佑心幼儿园圣诞晚会，当日晚上8点祷告会于教育馆201教室举行，欢迎兄姐参加。2021年圣诞系列活动预算为38万，请弟兄姐妹持续代祷与奉献。欢迎邀请福音朋友参加圣诞真平安系列活动，详细时间及地点请看周报。明年1月2日下午1点钟举办视听组研习会，欢迎有志于音控、投影以及导播的同工报名参加。明年1月21至23日，韩家茂林短宣队同工招募中，下周日下午1点钟举行短宣说明会。本会筹设松年大学，课程内容广征意见，课程意见调查表在招待处以及教育馆1楼，请兄姐踊跃填写，提供建议。欢迎兄姐利用汇款或是定期转账的方式参与奉献。因为环保的关系，本会有申请所得税电子化作业，相关授权申请的方式，请前往招待桌或是办公室了解。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愿上帝安慰与医治。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2遍。诗篇84篇1到2节：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内心，我的肉体向永生上帝欢呼。诗篇84篇1到2节：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内心，我的肉体向永生上帝欢呼。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我们感谢你，2000年前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除了将福音赏赐给我们，并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恢复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不再受罪与恶的捆绑，能与天父恢复关系，使我们的生命得享自由，并有永生的盼望。今天是待降节第3主日，我们除了以喜乐的心来迎接基督耶稣的圣诞来临，也求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更深的去思考主耶稣降生的意义与目的，并学习他的教导和行事，以悔改的心来反省自己的信仰与生活，是否符合主的旨意。现今世界各国都受疫情的影响，病毒不断的变异，造成恐慌以及罹病者的增加，也因国际贸易不顺畅，造成物价的波动，使我们的生活、就业及经济陷入困境。中国不断的威吓台湾，试图通过武力、外交以及经济的排挤台湾的生存空间。国内政局也随着人心私欲及政治的谋算，借由公投、罢免及补选，正混乱着我们的社会的安定。
将人民推向对立的两极，甚至危害国家的安全。然而，耶和华，我们知道你鉴察人心，喜悦正直。求你的律法苏醒我们，你的法度使我们得智慧。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使我们以正直的心，照着你的旨意献上我们的祷告。恳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我们的不义与罪，圣灵帮助我们恢复与神与人的关系，使我们能呼叫你阿爸父神，没有隔阂与害怕。因你掌权，使中国的文攻武吓不造成我们的上党及纷争，个人及团体彼此之间可以被人接纳，也可以接纳别人。然后我们可以用仁爱、和平、包容的心彼此代求。亲爱的主，我们降服在你面前，求你的圣灵运行在你的圣殿当中，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一同用主祷文来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我们这时候一同尽力站立在神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主。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公职。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爱意，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意。我要全心赞美，了无重要。终一日胜过在世上写字，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你认同你欢呼，神永不息。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公职。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爱意，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了无重要。在你天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写字，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你认同你欢呼，是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我要全心赞美，了无重扬你名，在你天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你认同你欢呼，神永不息，你认同你欢呼，神永不息，你认同你欢呼，神永不息。哈利路亚！我们将掌声、荣耀都归给主。哈利路亚！主，我们全心赞美你，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和祷告在你面前，主，因为你是那配得的神，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基督
父神彰显，救赎真光，万国的盼望。你的国度宝座存到永远，唯有你配得所有颂赞。耶稣基督，荣耀父神彰显，救赎真光，万国的盼望。你的国度宝座存到永远，唯有你配得所有颂赞。献上尊荣，尊荣给主耶稣，在万民之上献上敬拜，敬拜，愿你崇高在全地之上，献上尊荣，尊荣给主耶稣，在万民之上献上敬拜，敬拜，愿你崇高在全地之上。崇高的主，你是那位创造万物的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祷告在你的面前。主，求你来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敬拜。主，因为你是那配得的主，因为你是那爱我们的主，你献上你的独生爱子在世界上洗净我们的罪。主，我们将我们的荣耀、我们敬拜都归给你。主，求你来悦纳。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一同来领受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的是路加福音2章22节到40节，以及49到52节。路加福音2章22节到40节，以及49到52节。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给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说，凡头生的男子必归主为圣，
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用一对斑鸠或用2只雏鸽献祭。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而行。西面就把他抱过来，称颂上帝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容你的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启示外邦人的光，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成为毁谤的对象，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剑刺透。”又有位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华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童女出嫁，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她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上帝。正当那时，她进前来感谢上帝，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论这孩子的事。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圣经对他们说，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正道，今天薛牧师要我们正道的题目是耶稣在圣殿的2个故事。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 COVID-19 疫情非常的全世界非常的危机的当中，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在你的殿里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我们从心底感谢你，求主你的灵带领我们，让我们经验你圣灵的全能，也让我们听见你从天上来的声音。我们将这个聚会从头到尾交在你的手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平安。士林教会是我第一次到台北，在读神学院的时候进入在北部的教会的第一间教会所以我对我们的教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是我的老师陈牧师的牧会的教会，也是我的好朋友陈庆成、陈庆文还有庆成、庆文的庆中的同样的也同学也同事也是好朋友所以我今天非常高兴这个代表圣经公会，我也是圣经公会的董事我们教会的陈道牧师他是董事长他做得非常的好我也觉得圣经公会真的让看见圣经公会的这个美好的事工我先来报告一下圣经公会到底在做什么我们首先要感谢我们教会去年就为了圣经公会奉献的100多万100多万大概2年前我听到我们教会陈庆文陈庆成医师跟秦妹老师奉献了1000万
为了这个圣经公会的事工，我相当的感动我真切的感受到，所谓的奉献，其实是指全部是 all， 不是尽力而已了等一下在讲道的当中，我也会提到我相当的感动，愿上帝祝福庆成医师、姐妹姐是胡适的胡适。那圣经公会到底有多重要就是我们都知道，那最主要的事工就是在翻译，在每一个时代的需要的当中的翻译。那我们今年已经台语的这个新的版本已经新旧约通通完成。我自己也是翻译小组的大组的当中的一员我会看到很多的我们成年的当中翻译的当中有一些退休的牧师。他们其实身体是不太好的也不能做太久。可是，我发现那几位牧师真的是每个礼拜3天就很长的时间就坐在这个桌子上大家一起讨论非常的辛苦。那终于完成，我自己也真的相当感谢上帝，因为过去要翻译这个我们旧的那个巴克利版的这个罗马籍的圣经已经太久了，很多字我们都我们现在的青年其实是听不懂的那现在已经完成了，我相信这些消息，这个许牧师都已经跟我们报告过这是其实我们台湾有16个这个原住民的族群那你就知道全世界只有台湾是最特别的，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族群就是台湾不仅仅是一个美丽岛，也是一个族群融合的一个非常值得全世界来看起令他们尊敬的一个国家那所以圣经公会的任务非常的重大。那最近这几年也开始开拓了一个叫做祈祷本就是 Study Bible， 就是说圣经当中需要能够更简化的在圣经的当时的历史文化当中，用最简要的来介绍，让读圣经的人能够看得懂的祈祷本我知道许牧师已经在用这个祈祷本，圣经公会出版的祈祷本带我们查经已经好几本了我相信它的效果或者是它带给我们的属灵的这个帮助一定是非常大的那圣经公会这个的事工就需要我们长期的来支持我也借着这个机会谢谢大家，请我们为了我们许牧师当董事长郑牧师当总干事以及所有的事工来带导来继续的关心在这个讲道的开始的以前再一次谢谢我们教会以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对圣经公会的关心我今天来的时候刚刚上台有看到我拿着这个拐杖上台，拿着这个拐杖让人有很多的遐想我到一个教会，我记得1年前到一个教会，我熟悉我的好朋友的教会，那牧师娘可能因为跟着我也蛮熟的，看到我拿着拐杖就问我说：“邱牧师，你什么时候中风了？”我什么时候中风了？其实不是不是我是2年前退休之后然后做了脊椎的手术，然后3个月前我也做了左边的髋关节的手术，所以走路还不是很稳很稳这个上这个阶梯还可以拿着这个拐杖下阶梯可能就不行就是要人扶一下比较安全在这2年的当中，我几乎常常是在家里面的那么我最
高兴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能够去到教会哦。那我退休之后，我没有当这个流浪牧师啊，哦，有些牧师喜欢到各处去看一看啊。我是一个宅男啊，我喜欢我就退休我就在南门教会，我退休的教会哈，也参加礼拜啊，然后我喜欢查经，就参加查经班，然后喜欢唱歌啊，也参加教会的圣歌队哈啊，偶尔还上台哈，能够就走路方便的话，我也上台哈啊。我非常的重视这个教会的生活，我也非常每一次我一个礼拜当中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其实是礼拜天哦，其实是礼拜天。那很多人碰到牧师就会说哦，牧师你讲道都很有压力当然牧师讲道一定有压力然后牧师要常常开会啊，然后处理一些人事的问题啊，很复杂很头痛然后还要半夜也要去探访一定是很累了我要坦白跟大家讲其实我觉得我当牧师最快乐的事情这正好就是我喜欢讲道，我也喜欢探访我也常常跟年轻的一些这个同工勉励他们了如果你每一次的讲道你都觉得压力很大觉得都这个好像都承受很大的压力然后去探访，然后就觉得很累如果牧师这样的一个想法，我看要当牧师很早就会死掉了照了戏剧事实上相反的，你当牧师一个最大的福气就是你就专心的，就是好好的当牧师，就是好好的研读圣经、祷告，然后关心会友。我觉得这是牧师最大的福气最大的福气。那所以在教会的生活，其实我不仅仅是我个人，对于教会的生活，我觉得是在我的生命的当中如果把我一生当中把这个教会生活拿掉，我会发现，我就不晓得怎么样活下去了我就觉得这是在教会当中让我能够听到上帝的话语，然后让我知道我的人生的路要怎么走。就是在教会的聚会的当中，让我深深的有机会跟上帝有更密切的结合，跟弟兄姐妹有更密切的这种友谊在主里面的爱我会觉得这是在教会当中，我觉得是重要的，是非常喜爱的我在研读圣经的当中发现，在四福音书当中，路加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喜欢圣殿，也非常重视圣殿的一位福音书的作者我看到路加福音，路加写了很多圣殿的故事，我也非常高兴所以我个人的经历也好，我等一下会提到我母亲的经历，还有其他的人的见证。教会的生活，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教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摆上什么样的位置你在教会当中，你听到上帝给你的话语吗我们说预言好了，你听过上帝要对你讲话吗？你在教会的当中曾经让你的忧伤、你的绝望能够怎样的转变变成了一个积极的，然后也充满生命的一个信徒吗？你在教会当中，你看到的是相亲相爱，或者是我觉得教会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些教会里面为了选举长子为了这个教会的这个什么当什么董事什么长来玩 gay 了我觉得那是最遗憾的事情教会其实是简单的一个最好的简单的定义，就是教会其实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是圣灵的团契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觉得那是最简明、最好的一个对教会的一个定义那我们就是在教会的当中，能够享受这样的福分
我觉得是路加。我发现路加在他的福音书的当中，非常重视这个教会的这个的事情。那我们就看到路加福音在第2章就发现，预言这个施洗约翰的出生，就是在圣殿当中然后得到圣灵的这个启示那耶稣出生之后，会发生在圣殿的当中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主题，就是西面还有安娜他们在圣殿当中对耶稣出生的所讲的话语跟预言，我觉得上帝的奇妙的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这里。所以我们想想看，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你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你听过预言吗？你看过神的荣耀吗？你在教会里面，在圣殿的当中我相信我们如果热爱教会生活的人，一定是看到很多在教会里面很多令我们感动的事情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他怎样转变，看到一个生病的人在或者是事业失败，他怎样能够从失里然后活起来这是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美好的见证那路加甚至在结束福音书第24章结束，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然后门徒呢就看到这个景象就匍匐下跪拜他，然后这个最后一句话，路加福音书的最后一句话说，他们这些门徒就藏在圣殿里称颂上帝所以能够有机会来教会敬拜，然后赞美上帝来服侍，我觉得那是最大的人生的一个喜乐我也要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勉励一起来学习那路加记载这个圣殿的故事当然还有很多我举一个有趣的例子路加在21章的当中也记载说，耶稣好像很喜欢在这个圣殿用今天的这个的话，也就是教会了就站在外面，然后看那些人怎么样进入教会然后怎么样他们圣殿的奉献箱是在圣殿的外围然后看他们怎样来投这个奉献箱耶稣充满了好奇他不仅仅是自己看，他还叫他的学生叫他的门徒，来你们一起来看，你看有一个这个穷寡妇他看起来好像很紧张这个手上抓着好像不晓得抓了多少钱然后那么很紧张的就投下了他的钱，然后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其实这一个穷寡妇不是有余才奉献，他是也把他的养生的所有的全奉献。在这里我就顺便提一下这个奉献的基本的精神奉献不是说我有了然后五寸家拿出来其实它基本的奉献的基本是全部了那我们说爱上帝新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那个尽心是中文的翻译其实希腊文的意思是全部，英文都会用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mind, all your strength， 重点是在 all 全部我们都是上帝所赐的，奉献是将我们所有的生命、我们的才干我们的一切，然后献给上帝，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不是吗？那奉献基本上是全部，是 all 是全部那耶稣就赞美这个穷寡妇那当然一定有些人是大摇大摆走进礼拜堂，走进圣殿，然后大摇大摆就投下他的奉献那这个他可能看到一些文士祭司这宗教领袖就走路有风了
他把这样子，但是也看到了有一些卑微的人。耶稣一定看到有一些卑微的人、穷苦的人他怎样的这个低着头，然后就拍血啊然后进入圣殿。我们就发现，圣殿它是让所有的卑微的人、贫苦的人，甚至是绝望的人愿意来回报上帝的恩典的人的一个聚集的一个地方。我相信是如此。所以这影响到我过去的这个牧会的这个的看法。我就发现教会就是让所有有需要的人，所有的人来教会。在教会不能够分什么阶级，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这种差别的待遇。所以在教会的我的服事当中，会发现社区的事工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有意义的。让社区的人更多人能够认识上帝，能够让社区的人有机会进入教会，上帝的恩典的家来享受这个上帝的恩典那耶稣在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当中，他的发生的耶稣出生之后在圣经里面发生的这2个重大的有意义的事情说明我们基督教是一个有连续性、一个历史连续性的一个宗教。它这不是突然之间冒出了一个救主突然之间冒出了一件什么事情，然后创新了一个基督教。我们所谓的宗教有分民间的还有分普世宗教。什么是普世宗教？普世宗教就像这个伊斯兰教啦我们基督教啦、天主教跟基督教是一般来讲都是讲 Christianity， 就是统称就是基督教啦因为这都是同样的天父、同样的耶稣基督、同样的圣灵、同样的圣经那什么是普世宗教？本身就是宗教，就是它有经典我们的经典就是我们有一本圣经上帝的话语。那有一个共同的礼拜，一个普世宗教它有一个正规的一个礼拜的这个形式那也包括这个它有一个教主有一个教主，就是一个教主那民间宗教就没有这些东西那有是一部分那从圣殿到今天的教会，它有它的延续性就是说上帝的救恩从旧约的圣殿，然后预言救主降临，然后一直到今天，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圣灵团契，基督的身体。我们没有在讲圣殿，我们就讲教会，就是这个道理就是道理。那刚刚所读到的这一段故事，有2个老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男的叫西面我们圣经这样介绍他，他是一个公义又虔诚，然后平时呢就盼望安慰者来到，就是救主来到又有圣灵也在他的身上你就发现这正好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榜样，不是吗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就是一个公义的人，一个虔诚的人，然后平时就是仰望上帝的人那有圣灵的同在。这是西面那就在玛利亚跟约瑟带着耶稣出生不久来到圣殿的时候，照这个传统，就是他出生8天后要行割礼然后生男的要这个清洁洁净那这个在家要33天生女的就要洁净66天这个有差别有差别待遇然后献上送香的人就献上斑鸠以及这个或者是雏鸽来献给上帝来献给上帝。那就在圣殿的当中西面在圣殿的里面得到圣灵的启示就知道他在未死以前一定要看到主基督这果然就在圣殿的当中，他看到了
救主耶稣基督来到他的面前在他当中然后他就为他祝福，然后感谢上帝然后也告诉耶稣他一生，告诉玛利亚这个孩子一生的这个角色将来会变成人毁谤的人物，然后会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当然就是像这个做母亲的玛利亚，就像这个刀刺在自己的心里面就是西面就受圣灵的感动，就讲述了这些预言这些话跟祝福那也告示我们世人，耶稣基督就是启示外邦人的光他的救恩不仅仅是我们他的百姓，也是普世的所有的人，他是普世的光那也是以色列，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的荣耀然后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亚拿她也是老人，她在结婚之后第7年丈夫就死了，就守寡那时候她已经是84岁了已经84岁了。亚拿在圣经里面可以提到说，她从来不离开圣殿，禁食祈祷，昼夜侍奉上帝她几乎把教会把圣殿当作她的家了我觉得你在教会当中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人？有呢我特别是在乡下，我在后里教会，在院里教会登记牧会一共7年的当中，然后就到神学院21年了我也看到真的是在教会当中有这样的令人敬佩的这个妇女她的生活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教会，然后参加聚会，然后各样的服事，甚至她很会祷告那个罗马字圣经这很厉害读得很准确非常的敬佩，非常的敬佩。那古伦神父他对于安娜有非常高的评价，他说安娜就是智慧的化身女性是智慧的化身然后也像这个老奶奶很多年轻的妇女就要向这个阿嬷这个请益请教这个结婚的道理生命的道理还有生活相处的事情这个所以古人神父给这个安娜一个很高的评价，我个人也很认同也很认同所以不要把老人也称为这老灰啊了像这个西面安娜，我觉得就是值得我们学习而且充满智慧，充满这个灵恩的这种值得我们敬佩的人那个老人就是老灰啊了我们现在已经不再讲这个老灰啊那从路加我们会发现，路加笔下的福音的故事，它是从2个婴孩开始从这个施洗约翰预言施洗约翰的出生，然后耶稣的出生然后预言施洗约翰的出生就很有意思这个在圣殿里面发生的这个听到了这个预言就发现我们的上帝是让不可能成为可能。他预言一个脑壳壳的人能够生孩子那撒迦利亚觉得这怎么可能呢？然后他就提出了疑问，然后再变成哑巴了然后再看到上帝真的是让这个他的太太伊丽莎白然后这个怀孕了他嘴才打开了他打开然后来宣扬这个上帝的奇妙那我们在教会的当中，你看到这样的神迹吗？能够从无到有的神迹吗？就在教会里面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一个这样的一个神迹那耶稣出生之后，我相信耶稣也很喜欢圣殿
在12岁的时候，他有一次就是每年过节的时候到耶路撒冷过节哈，然后过节过完了哈，应该是逾越节哈，过完了以后啊，大家就陆续的就回去了哈。那回去的当中，突然过了一天，发现耶稣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哈，然后就回头去找了3天了，然后才发现呢，他原来进在圣殿里面听那些经学师能够在讲这个圣经这个律法书的这个道理，然后他也听，他也问哈，也表现了耶稣对这个这个圣经的这种这种的喜悦啊，以及用心所以我发现牧师最大的喜乐，我刚刚提到不要以为是，不要常常讲到牧师这个讲道很不简单压力很大当然有压力了不会说没有压力但是其实也是当牧者的角色当中最大的喜乐，其实就是研读圣经。默想圣经，所以我会告诉我们他们教会的年轻的牧师、钟子亮牧师就告诉我们每次讲到得失心不用太重了有时候一次讲你觉得讲的不是那么好马别要紧了你这个每一个礼拜都要讲又不是讲了一次就死掉了最主要就是说你要用心的每一个礼拜你这样子查考圣经，然后来讲到那样的作用，那样的功能是对牧者最大的造就，也是一个最大的福分最大的福分。所以不是为了讲道来讲道那是不同的你是为了查考圣经上帝，所以耶稣一定是这样的人他就是喜欢上帝的话，然后在圣殿里面来学习来大家的分享。所以为什么是圣殿？这个表明上帝救恩的连续性的一个地方，是从旧约的圣殿，然后连续的到新约的教会，它是一个连续性，是一个连续性的救恩的连续性。所以我们会看到，有时候这个救恩的连续性好像被中断了这原来是 continuity 变成 discontinuity， 就是切断了，有没有？有了我相信有时候教会完结闹到教会快要关门或者是四散我相信就是切断性，救恩的切断性那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纳粹屠杀了600万的这个犹太人我们犹太人就相信我是上帝的子民，为什么让我们遭遇这样的危机我们都几乎要灭族了几乎就要切断了，有没有？上帝的救恩不会被切断他有时候会中途会有发生了一些事故，可是上帝的救恩一定是会成就一定会成就。所以教会就是承接的这个上帝救恩的这个延续性，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所以上帝教会当中是上帝给我们充满了上帝恩典的地方了我们来到教会就是在领受上帝恩典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那我自己最后我用2个故事来做结束。我的母亲我母亲娘家的在高雄古岩是一个家庭不错的一个背景，就是她家里面开这个联米厂，然后也兼这个杂货店那嫁给我父亲，我父亲是养子我父亲其实姓邱那嫁给我的父亲之后，我的父亲那正好发生了一个生意的大失败那我的母亲受到很大的挫折没有一时当中没有办法去适应那一个孩子一个出生，我们有5个兄弟姐妹，我是排在中间所以我常常讲我的心智应该很正常的，我父母兄弟姐妹各一个我就是中间那一个那我母亲就会
本来他想自杀啦，或者要离婚啦，干嘛的哦，啊，可是他看到这个5个孩子哦，这个唔甘嘛哈，然后最主要是隔壁的有一个丁乐女嘛，就常常关心我的母亲哈，说哎呦金票这啊你哦，你拜神问神拜本吼，拢无效吼，无你就我们来信耶稣看卖下咧哦，然后7九8九哈，有没有效？有没有？有没有？有，哦，我妈妈就终于就跟他去了。我母亲到参加教会，第一次参加教会，我在小的时候，她就告诉我，说这教会哈很好呢。我就问她说怎样好啊哈？她说那教会的人都很亲切啊，哦，这教会不会无分那好也散的哈。他因为缺钱的时候，当然有几次一定是向亲友借过钱了哦。他一定要知道说借钱是什么滋味啊！他的教会都没有这种哦，大家都对他很好哈。当他听这个圣歌队哦，这个唱诗哈，他好像天使的歌声呐，哦，他觉得很感动，很感动。然后他就讲到他的牧师啊哈，他牧师的讲道哦，都打动他的心了。即使我那时候已经是神学生了，我觉得我们的牧师讲道破啊，没有什么感动啊，从来没有什么感动哦。我发现那个差别就是，我母亲是用心的做礼拜，她用心的在听讲道，她还做笔记哈，我年轻的时候不怎么认真听牧师讲道了哈，这差别就在这里哈。所以我的母亲就是从这个悲痛然后绝望的当中，通过教会的生活，她活下来了。那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很乖啦，可能也蛮可爱的，就带着我去教会做礼拜，所以我就亲眼睛看到我母亲从这个忧伤的脸孔，然后礼拜之后，会跟我有说有笑，然后走路走回家，然后又过着一个礼拜的忙碌的柑仔店的生活，就这样子过了，到2年前，我母亲95岁才过世。所以我可以说，我从我的母亲的身上，我看见我母亲的上帝。我相信，有这样的上帝，能够让一个悲惨的人，能够让他有意识，能够活过来，然后在教会的当中，领受的很多的弟兄姐妹的这个爱心所以我深深的对教会有很深的感情，是从我的母亲，从我自己本身，所以。路加，他记载了这个圣殿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会觉得很有同感很有同感。只是教会里面就是有这么多的救恩的故事摆在我们的眼前呢。那我们很熟悉的这个教会音乐家萧泰然教授，我相信我们圣歌队一定都唱过他所写的一首歌就是满棍的主，记性的处。这是引自诗篇84篇84篇有机会再看一下这个上帝的厝圣殿里面有雀鸟，有最卑微的人可以在那里安心的在那里住在那里所以我也相信教会就是让各样的卑微的这个穷人或者是绝望的人都欢迎他们来的一个地方这教会不是在比什么，多堂皇或者是比高比低的，不是。教会就像诗篇84篇这样的一个描述那萧太然那一次是因为萧太然他有一次动了心脏的大手术，差点死掉了。那身体恢复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也是一个喜欢教会然后喜欢礼拜的人了。他再一次踏入教会，然后一起唱诗，他就大受感动。那回去赶快就下笔写下了这个满棍的主，记性的处这首诗歌然后有机会我们圣歌队再唱一遍然后介绍一下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从年轻的开始让我们记着，不要忘记教会的生活。在我们的这个一生的当中，我相信这个
除了家庭之外，一定有工作的地方，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地方更宝贵，那就是教会。在教会当中，能够领受更大的上帝的赐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也感受你圣灵的全能。也在教会的当中让我们看见上帝你的荣耀，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看见许许多多你彰显你的全能、彰显你的慈爱的一个地方，也让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得到改变，来领受救恩。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带领保守我们的教会以及我们每一个信徒。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这时候用诗歌来回应主。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请坐。我们一起来奉献。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
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牵引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要得着你，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牵引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请起立，来最后请起立。我要得着你。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牵引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要得着你，告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请坐，默祷闭会，请于殿乐结束后再离席。在至高之处，我献上感